大家好，我係蘇校長啦。今日最後一堂係視藝堂，要進行分組活動。你哋4個人一組合作畫畫，作業會計入平時分㗎。你哋自行分組啦。咁你有能力嘅人同組，咁我自己就可以做少啲啦。其實我唔中意分組咯，因為太多嘢要商量啦。我寧願自己去完成個作業啊。同學們議論紛紛，到底以下角色又會點樣選擇呢？冇話明啦，我向來都唔重視分數高低，入邊一組都冇所謂咩？做人最緊要開開心心，做好自己本分。求助同學徐正鼠為人率性隨和，同任何人都可以相處到自得其樂，對任何事都冇所謂，只係想輕輕鬆鬆咁過日子。徐正鼠對人對事都唔會計較，正面嚟講，佢唔會以他人嘅標準嚟到去規範自己。從另一個角度嚟講呢，佢對乜嘢事都唔上心，缺乏上進心啊。唔同性格嘅同學都有唔同嘅決定，到底最後要點樣分組先至好呢？